美國空襲伊朗前6個鐘，有人已經壓住會開戰，幾個鐘之後咧贏咗120萬美金。佢哋靠嘅咧唔係內幕消息，而係一間披薩鋪嘅外賣訂單。呢個指標咧就叫做五角大廈披薩指數啦。港澳基本上咧冇乜人講過，而佢追蹤嘅咧係五角大廈附近披薩鋪嘅訂單量。邏輯好簡單，一有大事咧，成棟大樓通宵加班，披薩訂單咧就會飆升啦。最近一次咧，美國捕捉委內瑞拉嘅總統行動啦，當晚凌晨2點鐘，訂單量異常飆升。第二日咧，美國就公布成功捕獲啦。提前10幾個鐘咧，信號其實已經出咗啦。而點樣用咧？留意2個信號：深夜訂單量突然飆升，加上同期咧有地緣政治新聞升溫，2個同時出現咧就係高度嘅境界。呢個時候咧 ，Poly Market 上面壓住相關嘅事件啦，買入黃金啦，或者係留意原油同埋軍工股嘅短線機會咧，都係一個方向。但係講真啦，呢個指標咧其實本身唔值錢嘅，值錢嘅係你有冇能力喺所有人仲未反應之前咧，已經讀懂到呢個信號。呢一個咧先係散戶同埋專業玩家之間最貴嘅差距。想即時追蹤呢個指標，留言披薩，我發鏈接俾你，追蹤我，下一次咧我會拆多一個實戰嘅冷門指標。